其实每天都跟狗相处在一起，那即使我们放假，还是会把狗带回家。每天看它看着我，我看着它，那我们这样很自然就会建立起默契了。Kena我有在让他尝试那个广域原野，就是类似3弹在搜索的，他有考到初级啊，但是你要中级过之后才可以出勤。每年至少会有3场考试啦，所以考试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像一次模拟的出勤。对，那我们可以在那里发现狗的问题，然后回来做调整。这样，它是瓦砾搜救犬，所以地震灾害的时候，那个有房子倒下或是土石流，人被掩埋在物体底下，就是 Casey 出勤的时候。目前它是有通过我们 IRO 组织他们所认证的中级考试。依测验来讲，我们初级是搜索1个人，那中级是2个人，高级是3个人。对，所以依目前它的能力是可以做到2个人的。一直跟他玩，然后放假都回来陪他玩。现在我都直接放假都带回家，他就像我家人一样啊。有很多制度是可以领养，但是 Casey 我一定会把它领养起来。对我跟他是我第1只狗，然后也培养了那么久，对，那所以我跟他感情很好，所以他以后退休了，我还是会照顾他这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现今社会也有许多人饲养狗狗。然而，你知道吗？有一群狗狗不止可爱，而且还身负重任哦，那就是附属在消防局特种搜救队底下的搜救犬队。台南目前有3只可爱的搜救犬 Kathy、Kena 与 Tony， 他们都有最好的领犬员朋友，24小时生活在一起，培养了绝佳默契。而且不仅如此哦，他们也都很努力的通过许多考试，成为合格的搜救队员。台南市政府为了给他们更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新建了他们的家，即将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灾害抢救科邱股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抢救科的股长训练股。那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市搜救犬的搜救犬犬队。那整个搜救犬是从10206地震发生完以后，我们积极筹划的一个搜救犬的犬队。那目前我们台南市的搜救犬有3只，分别在 IRO 跟 MRT 的国际考试里面都占有非常好的成绩。那 MRT 的国际的考试里面，亚洲有7只通过考试，那我们台湾就占了6只，那我们台南市就分别占了2只，所以有非常很好的训练成绩。那我们现在在未来在筹划的部分，希望搜救犬有更好的听射，所以在特搜分队的后面有筹划搜救犬的训练场地，还有它的训练的听射，希望把这些东西把它移植到位。那希望搜救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住宿的环境，它也未来可以保护我们的民众这样子。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教部将全民运动馆第2前瞻计划2.0，每一个馆区会当得到3座全民运动馆，目前单市只有1座永华运动中心。所以这届总日巡在议员都卖力争取，其中议员陈振东嘛积极反映地方心声，希望伫北区甲中西区都有机会选上适合的场地来设立。北区的地方是我们的这个棒球场，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蛋黄的区域哦，那也刚好有这个地方，那我们也非常乐观其成，但是我们更还是要求我们教育局长这边可以选到最正确，而且最适合，而且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地方哦。附近如果羽球场、篮球场或者是我们的健身房，其实都可以去附近方圆找一下，看是不是都有了，还是说这边真的有，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的部分，尽量是互补性的，而不是很多的重叠。那当然也牵涉到当地的民众消费习惯，有的人他喜欢这个付费，然后去享受比较高品质，那有的人可能觉得他进便方便就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除了符合这个中央的条件之外，我们要考量这个各个区域哈，那有没有适合的场地
那目前来讲，市长也很关注这个议题。那我想我们都请各区公所进行提供，那我们逐一再去盘点。议员进一步强调，推广全民运动不只需要全民运动馆，如何将现有社区公园的体育运动设施等场地来改善，嘛相当重要。除了让民众会当就近运动，建设风雨球场，同时要求建设专属于老人的健身俱乐部。议员建议地点一定要考量附近更有类似的设施，避免资源重复来符合当地需求。但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议员嘉靖上午总结顺，这个市长黄伟哲因为女大学生被杀一案，不管是侮辱还是其他公务，认为无参加电影古伟首映会相当可惜。议员强调，该片主要伫台南处境，加上女性议题，已经得到金马奖5项提名，是台南之光。认为市长除了应该协助宣传，更应该招夫人做回来看，千万唔通因噎废食。认为看电影会被批评放松分段。市长，我刚刚在说您的因噎废食，当然发生的事故，市府也罢，议会的角色监督也罢，我们都要诚心的检讨。可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市长没有来，副市长没有来。我们台南市政府对于我们台南之光这个故事是我们台南人的故事，市长你知道吗？这个导演，这个许导演，他的故事的原型，他故事的原型是他的外婆，是他的外公，所以我在这边提醒一下市长，设置过的、拍摄过的，几乎都在我们台南市，对不对？政府也有帮忙的。是。同一个时间，同一段时间有无声，有这个，还有这个火车有一个动画片，也是台南之光那个导演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去看。好。第一个表示对我们台南人支持，第二个表示对国片人支持。同时嘛，因为女大学生议案再次引发支持死刑加废除死刑的争论。对处议员都要批评民进党有死刑却无执行，态度变来变去，并且日前向台南市警察局各分局加刑警大队调查，结果警察多数拢是支持死刑，所以会长嘛要求市府以及主管表达意见。对处市长表态认同议员的理念，主张死刑。今日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持续推动民众活读华严经的圆道禅院，因为纪录片对着华严经去旅行，让大家看到因努力的成果之一。为了让更加多社会大众会使接触佛法，圆道禅院的主持建辉法师也推出了一本新册《亘古一念华严心要》，适合伫台南举办新册发表会。会中也由着传承大和尚开始学习华严经的重点，同时也邀请4位无同行业的代表与会分享因对华严经当中得到的启发。会后，建辉法师也甲民众翕相，并为因的新册签名，希望参与的民众会使透过这本新册，更加了解到华严经的内涵。那这一本书就是结集了这个华严经的整个开示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目的是希望让大家用很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叫做亘古一念华严心要。这个钥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可以很简单的、容易了解这部经，所以是秒懂佛经系列。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加亲近佛法，圆道禅院也推出了线顶的共学平台，除了有法师伫线顶直播以外，也会将对学生的状况安排进度，透过多元的管道，希望让更加多人了解到华严经的好。我们设立了一个云端学习的学制，让大家进入了这个学习的系统，可以有次第的学习，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解门，一个部分是行门。解门就是每天用15分钟的时间听一段佛经，写作业，交作业之后呢，累积你的学历，到最后你会完成大乘经典的学习。行门的部分就是参加我们每天的1个半小时的共修，那慢慢的累积了一个学习的认证，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制度化，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老师在带领，有同学在互相帮助，所以变成一个学习的团队。那这个云端注册不用注册费，只要我们有手机可以上网，就可以做
这个学习可以做注册。那学历呢，它会随着个人的特质、个人的时间的需求，我们会特别来为每一个人建立他的学习历程。所以这是比较适应现代的人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他可以找一点时间学习佛法，而且能够次第渐进。接下来，原道禅院也将要到台中、新竹、桃园、嘉义等所在举办新册发表会。如果想要了解佛法、熟悉华严经的民众，嘛千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八号一透早，就会使看到有工作人员当咧准备这一箱一箱的物件。内面底有沙拉油、白米、豆油，这拢是天然资讯会要捐赠予弱势家庭的物资。伫议员郑嘉欣的牵线之下，来到规定的林寿宫来发送，有268户的弱势家庭受惠。天宁宫慈善会一向拢咧帮助这弱势拢咧帮助这弱势，互这弱势的人在台湾这个国土会当感觉温暖真感恩这届。咱郑议员这嘉兴议员来到天宁宫来下状况下来讨这个这弱势团体补助这个物资天宁慈善会真欢喜会当来配合地方来做一寡有意义，互这社会有一个温暖互这个疫情会当互这个受难的人会当一点有温暖。天宁慈善会有即届的机会，即届疫情，迄个问题，阮关心帝君的指示，会当安尼来帮助即个弱势团体，会当互社会有一点温暖。大家也都知道说，因为今年的疫情大家都是非常的困苦，所以也真的借由这个天宁慈善会的抛砖引玉，我相信在这个社会上每个角落都是有温暖的。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慈善会爱心捐赠慈善会，可以来领导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大家一起共同的协力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再次感谢天宁慈善会以及所有这些捐赠物资的这些善心人士，个感谢咱林寿宫的张主任长久以来，咱林寿宫就一直拢提供遮尔好的场所，来互咱不管来自各界的这个会都会来这边办理这个慈善会。那我相信未来大家一定会共同的努力，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更多温暖。会中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到场，并发送物资给民众。市长除了感谢慈善会的爱心，也送上感谢状。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进入岁末了所以说很多慈善团体他们都会在岁末的时候来这个捐赠物资。那我们社会局、市政府社会局也建立了公益平台，希望把施跟受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让这个物资能够去到一个真的需要帮忙的人的地方。那天宁慈善会他们长久以来就在从事社会公益服务以及社会福利。那我们很谢谢他们一直一站又一站、一年又一年的在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对于社会上很需要帮助人，受益真的非常大。提供场地林寿宫主委也表示，如果是要帮助社会弱势的活动，也欢迎各团体踊跃来甲因合作。今日岁末年终的时阵，今年嘛疫情真严重啦真欢喜呢，会当来做这个代志，来帮助这弱势团体本人呢代表呢林寿宫啦非常欢迎呢各社会呢对社会呢要贡献的人要救济的人呢，会当来咱林寿宫来举办这个活动，而且感觉非常欢喜。除了伫规定地区发送以外，天宁慈善会也将会伫关庙、龙井地区来发送。慈善会表示，期待透过安尼的捐赠抛砖引玉，互更侪善心的人士甲团体共同响应，打造一个更加友善的城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现在看到的画作当中，金色的粉就是黄金制作成的。这是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林波西老师的作品。伊喜爱运用钻石、黄金等天然的宝石来加入伊的作品当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打造出充满个人风格的作品。即届伊伫台南精英酒店的邀请之下，将伊的作品载到饭店当中，要互大房的民众嘛会使欣赏到伊的精彩画作。我这次会到精英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能够把美食跟艺术做一些结合在一起。好，因为艺术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所以当时的理念很简单，但是没有想到说可以弄出很好的火花来。我在欧洲常常在一些好的餐厅，那这些可能米其林3颗星、2颗星的餐厅，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往往主厨都会来巡桌。那来巡桌的时候，他听到我是艺术家，他们就很高兴。他说我也是艺术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厨艺本来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只是它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好，它是一个很短暂的艺术，但是它却会长留在我们的味觉里面。那一样，我的图就是一个视觉的艺术为主嘛，所以它是留在各位的心里面。除了画作展览以外，这届酒店也特别准备了一道穿金戴银金鱼卷的料理。在总铺师推出料理以后，艺术家也用以画图的方式，在料理顶面压上金箔，呈现了艺术结合美食的水。这是好像那个川菜那个水煮鱼的概念。然后那个鱼，我们用广东式那个鱼卷，那个鱼卷的做法去呈现，也要配合那个老师的那个金箔下去，就让它产生在波光粼粼、浮光耀金。艺术家强调，接下来也将会甲饭店共同推出白鱼宴，喜爱食美食的民众嘛，千万要把握机会来品尝。同时，民众如果有到饭店来住，也要把握机会欣赏这精彩的画作。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挂准台南区下园区 LN 地区的发展战略甲商机，建商特别伫遮打造第一间结合主体甲商务式的旅馆，会中坐地电风面台甲贵宾拢出席精彩祝贺，场面相当热烈。请用钱，掌声鼓励一下。这是新旅馆应用南科商务人士的出差，除了有方便的交通优势，所有旅馆的公共区域甲设施，嘛拢是要搭建商务客需求。里面建筑要吸引人，就是爱体贴。羽田商旅是在南科最近的一个商务旅馆。全馆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客房，非常欢迎出差客来我们这里。那全馆是1化的设计，所以非常符合商务人士出差的需求。那附近也有很多高尔夫球的球场啦，或者是景点，欢迎周末的旅客大家来一起出游，来羽田商旅住宿。业者表示，因过去去真济处拢是以营属经营、关怀回馈加追求绿色建筑作为理想。这摆进驻南科，正是要展现对高科技人士的用心，感受参详登去厝内轻松自在。房间的话，目前有74间，好，那床位有200个床位，好，那它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是一个新的地区，好，那我们主要的话是南科的商务旅馆，那我们的那个商务客源源不断，好，那目前的话业绩还算蛮不错的，嗨，那我们也寄望我们的后台的金主能够有未来的星级大饭店，在好。新市南科这边诞生。旅馆位于台湾高科技未来产业的中心来进驻发展潜力无限。台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做港报这个技能，这几年是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不管是上班族也是学生，常常拢会使用到。台大的教授叶秉成就因为伊丰富实用的港报课程，受到侪侪学生的欢迎。这届伊伫福光山林间大学的台南会议邀请之下，特别来到台南举办1天的课程，希望让台南的民众会使了解到做港报的重点甲方法。我想就是因为简报表达能力在现在职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哈。不过就像一直在学校里面，其实并不是过去很被重视一个能力。那我想过去因为之前我们在从这个台大，我们在台大开这个台大的简报课，过去这12年来，其实已经在台大教这样课程教蛮多的，只是过去
大家比较少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如果非台大学生没有办法选到我们的课的时候，怎么样有机会可以多了解简报这件事情，怎么样让自己表达能力变更强。好，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很高兴跟佛光会这边做一个合作啊，然后在南部办一次这样的工作坊啊，也希望说有机会让南部有更多的不管是大学生啊，其实也很多是老师报名啊，就是可以把这样的观念跟理念，可以透过学生的族群去散布出去。或者说让老师们也可以更加了解简报的重要，那老师们可能以后也开始从在他们自己班上去训练孩子这方面的能力。我想就是或许像这过几年，我们台湾整体性就会有更多孩子在简报能力啊、表达能力可以更进步。会举办安尼的课程，也是因为林间大学为了让台南的民众会使有更较侪学习新知识的机会，特别甲南大朋友共同来合作举办。也吸引了侪民众来参与。今天有请到叶丙成教授来帮我们举办这个简报工作坊，我觉得真的是帮助我们台南的居民跟学生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办的这种工作坊是比较是需要更多的互动，所以它这个针对一个简报的专题，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的学生在不只是面试，还是在工作上都能够更上一层楼。那也希望说我们后面还是用这种方式再办更多专题的工作坊。对，那请大家之后再踊跃来报名。叶丙成教授他从小就立定目标，他要当老师，要在大学教书，因此呢，他也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使命来办教育。所以今天南台北院举办的一日简报课，叶老师呢，他以更创新的方式教学，他无非就是希望要把学生教得更会，教得更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有使命感的人，他都能够化理想为行动。人就是为了使命感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同，目标也不同，要选择做适合自己的事，努力完成自己守护的人生使命。除了上课以外，现场安排了实作的体验，让参与者会使运用学习到的知识。林间大学也表示，接下来因也将会持续举办各种互动式的课程，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到因的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看鸟药艺术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创作，运用各种多元的媒材甲创作方式，甚至是结合无同鸟药的呈现方式。对此，看鸟药的艺术创作者常常以着团队的方式来发表创作，所以展出的作品也非常的丰富多元。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会使了解到这种艺术创作，佛光山南台北院也特别举办了跨艺术面与体的特展，7月下午也正式来开展。所以我们从很多的艺术里边呢，其实在艺术的一个面向里边呢，其实也都蕴含着佛教的一个教义在里面的。譬如呢，这个最雕塑最具代表性的，我们中国的石窟文化，有很多。这非常非常棒的一些精品的一些雕塑品，其实呢都是在石窟里面完成的。所以呢，石窟它影响了我们中国的一个雕塑的一个艺术，让整个一个艺术面更宽广。还有在敦煌的一个壁画量最多的灰天，那灰天的那些那种舞姿的那种曼妙、那种婀娜多姿的种种的这一些姿态呢，其实也启发了很多艺术家的一些联想。如果说要来讲跨艺术、跨领域的一个艺术，佛教应该也可以说是这个跨领域艺术的一个先驱啊。那我们这个人是离不开生活的，其实呢，只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其实那就是一个艺术了，也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价值所在了。这届展览为期1个月，将会持续展出到12月份。
这种多元的创作方式，对着无同的观赏者也有无同的收获。喜爱艺术创作的民众嘛，千万错过这场精彩的展览。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